春节这几天这天气拢袂歹，所以真侪人拢会出门去行春。也毋过伫个南投武岭顶，所有人为着要翕相，下过围栅，搁爬上山壁。也若伫个苗栗，是发生有登山客家己去爬细山，结果煞跌落死亡的意外。就连搜救人员咧救人的时阵，也跌落山坎来受伤。落尾是由空勤总队派伫先去救援。 尤其爬上武岭顶的山坎翕相，拢唔惊危险。南投警方伫现场大声广播，叫伊爱准则。为了你的安全，请下来。看不懂国字吗？麻烦拿出你的公德心出来。第14架线合完山武岭，海拔3275公尺，是全台公路的上悬点。真侪人拢会来遮翕相拍卡。不过武岭顶瓦群山坎。 地势险峻，几若人不发生游客翕相无顺利跌落的意外。头路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伫现场有设告示牌，不过新疆期间游客多，违规的人嘛多，环境是无用试试。山壁上的小弟不要爬越栏杆拍照，你去那边拍照没有比较漂亮，你摔下来是我们要处理，麻烦你下来。 另外，苗栗有一个姓林的查某人，在伊家己一个去爬雪山，伫凯兰迪昆山北方出路边坡，消防局组14个人的搜救队，不过其中一个队员12搜救的时阵，无顺利出了100公尺深的山谷，倒手骨断去。空军总队出动乌鹰直升机吊挂救援，顺利送到台中青川公机场，遂转上台中营总。发现下方约100公尺处有民众趴卧现场。 本局同仁立即冒险下山协助救援，但过程中不幸有同仁不慎失足滑落，造成受伤情势。那山友的遗体嘛由空军直升机伫13中昼送到台中当时和平公园交予家属，其他的搜救人员是按369营地准备落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